話咁快上到嚟呢個8B 座嘅29樓 A 室，實用面積咧係797尺嘅，係一個3房1套連儲物室嘅單位。咁我而家咧就喺客飯廳嘅位置，咁呈現長方形嘅設計啦。呢邊咧係可以坐擁翻一個咁靚嘅河景，左手邊咧就成大片嘅山景嘅。咁我而家咧就喺29樓，29樓個景觀都係咁開揚嘅。好啦，啱啱入戶嗰個位置咧，呢度會做咗一整辣嘅鞋櫃啦，非常之貼心嘅。而旁邊咧就會係一個儲物室嘅位置，咁可以做翻功能房啦，因為都有冷氣機嘅。咁不如我哋而家睇咗個廚房先。呢個廚房咧就係一個 L 型嘅工作台面啦，配備咧就係交流標準嘅設備，有埋紅手櫃啊，咁啊 Miele 嘅蒸焗爐啊、爐具啦，咁咧就會有一個窗嘅，咁個通風都幾好。好，我哋望下啲房間位置先。咁入邊呢度咧就係第一間睡房，咁啊間隔就方正嘅，可以擺到單人床嘅。另外呢邊就會係個浴室嘅位置，咁浴室咧就係淋浴間嘅設計啦。咁就交流標準嘅設備啦，亦都有洗衣機擺翻呢度嘅。咁第二間嘅睡房同樣咧都係可以望住個咁靚嘅河景嘅，不過就而家有人執收緊啦喺出面。好啦，另外咧就主人房。咁主人房都可以三邊落到床嘅，咁同樣都係有一個工作露台嘅部分啦，而旁邊咧亦都會有一個衣櫃位置嘅，咁可以做翻個到頂嘅衣櫃啦。旁邊咧就會係浴室，咁呢個浴室咧就係名廁嚟嘅，咁而且咧仲會有埋淋浴間同埋浴缸嘅乾濕分離嘅設計嚟嘅。咁呢間就係8B 座嘅29樓 A 嘅，實用面積係797尺，就做個3房1套連一個儲物室嘅單位。